告，请咱准备心来敬拜，请作乐。论到上帝，伊的路是完全，耶和华的话是过锻炼的。见若我靠伊的，伊就做因的盾牌。三角吟诗学到上帝，圣诗第9首，万有三角自持欢喜，万有三角自持欢喜。请起立，念全首。万有三角欢喜，学到上帝这声言声，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上帝真爱无穷无尽。创造天地海角万面，
咱犹原徛着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坐至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三甲来启用。启文第60篇，详细的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来启，请会长来用。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天使的语言。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我若有教育的信心，通移山倒海。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仁爱是宽容，有仁爱就袂嫉妒，袂做见笑的代志。袂紧受气，为爱不移，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盼望，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是暂时，咱所捌的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接落来。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无明。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安尼，信、盼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那三甲同心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无所不能的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对即时直到永远。愿一切荣光拢归乎万权能的上帝。愿感谢你的恩典，伫创造世界的内心，就竞选阮做你的囝儿，有份伫你的国度，赐阮逐项属灵的福气，互阮有满心的平安。上帝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依靠，阮的拯救，也是阮伫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求你圣灵陪伴、眷顾甲保守，无论我伫倒落，你拢交阮伫地。特别是伫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危险的时，求你保守扶持阮，互阮无得惊吓。你的恩典教育阮用，当互阮安然来经过。求你救阮脱离凶恶，赐下你的平安伫即块土地上，互阮免你受到病毒的危害，因为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愿身体欠安，拄到病痛的兄弟，求圣灵安慰因、帮助因、扶持因，也坚固因。借着医生甲医药，互因脱离身体病痛，来得到医治。今仔是主的圣日，无论我伫倒落，拢要把这个时间来分别做成，
用虔诚敬畏的心来敬拜你。我也将今仔日讲台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借着陈牧师来讨放另外在信息。但愿要开始今仔日敬拜，求主圣神亲自带领，祈祷感谢，拢是奉主耶稣圣尊名的求。阿门。首先来看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使徒行传》第1章第1到第5节。我本的圣经是763页，台语和日本的圣经是731页。现伫我来读第1章第1节。天后回话，我已经将耶稣对基督所行的、所教示的，直到伊托将圣神命令所经的使徒了后，受指接上天的日，逐项记载伫前的册。伊受害了后，捌用一个凭据，伫40字的中间出现，互使徒看见，来显明伊家己是我，煞讲论上帝国的事。伊甲因自即个时，命令因讲，毋通离开耶路撒冷，着听候被所应允的，就是恁捌对我听见的。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恁阁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以上圣经，愿上帝赐福听伊话，阁来行的人。正道，咱今日请陈景祥牧师来为咱正道。正道的题目是“我信圣神，我信圣神”。请陈牧师。大家平安。咱拄则所读的这站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1节到第5节。《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生，也是路加福音的作者。伊这两本伫新约圣经，互人收集的，拢真重要。伊用同款的精神去查考耶稣的故事，写成路加福音。伊对耶稣的这阵使徒初代教会所查考观察的，来整理做《使徒行传》。但是若读圣经的人，有当时啊讲《使徒行传》，毋是干那或做《使徒行传》，会使互伊另外一个名称，或做圣神的行传，就是圣神带领这阵耶稣的使徒，带领初代教会的故事，所以。今仔日牧师选这个题目，我信圣神是真拄好的，因为今仔日伫咱的教会拄是圣神降临节，所以咱拄则有读的这站的圣经是路加福音，伊写做引言，互咱来讲，这使徒的故事就是圣神。安怎带领做工？所以对这站引言，咱会通看见路加的用心。然后咱看见使徒行传刷落去，伫遐咧介绍的是甚物？就是圣神真正照主耶稣所应允伊这阵学生的降临，伫这学生的心上的时所发生的故事。所以，这站记载，咱嘛真熟悉。所以，逐摆若伫圣神降临节，咱拢会看这站圣经讲，哦，迄当阵安怎耶稣或者学生照耶稣吩咐的，聚集伫遐，无离开耶路撒冷，然后圣神真正降临伫因的心上。然后，咱若看见伫约翰福音也有记载，圣神甲咱的关系到底是甚物？较听啊，牧师话那会讲，咱若每一个人，而且要领洗礼，互牧师问道理的时，
拢会问讲：你有相信上帝？你有相信耶稣基督？你有相信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无？咱大部分人拢讲有，但是有偌济人真正理解圣神保惠师到底是什么意义，甲咱的关系是什么？所以牧师今仔日就特别选这个题目，我信圣神。其实台语的翻译吼真得意，国语我顶一段咧讲的，就题目定做我信圣灵，因为照圣经翻译的圣灵，但是台语咱甲翻做我信圣神，迄个意思搁较直接，因为伊是三位一体上帝的一部分，所以使徒圣经咱直接安尼告别，咱拄则嘛有告别，所以吼，咱常常咧做信仰告别吼，拢照安尼读，圣诗摕起来变开，照安尼读，读到尾啊，毋免看，嘛会晓背啊。毋过有偌济人真正咧做即站信仰告别的时阵，是真正用心伫咧遐告别。迄个意思就是，咱特别要做礼拜是一开始，用安尼来提醒咱家己，也用安尼来讲，我的信仰就是根据这个内容。所以逐摆咱做礼拜开始读信仰的告别，是咧甲咱提醒，我是毋是有照即款的信仰的内容，伫咧遐来相信，伫咧遐来行。所以使徒圣经，咱拢真熟悉，咱嘛拢会晓安尼背。但是咱有偌济人真正对即个内容有较深的体认。所以第一部分，若照汉字的，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讲三项：上帝、爸，创造天地的主。今仔日牧师无要甲咱解说每一项是啥物，迄爱讲一点钟。但是我要甲咱讲，安尼算起来，照汉字的14字，照汉字算起来14字。但是咱若来看耶稣咧，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囝。耶稣的故事，对当时初代的教会真有意义，因为伊捌亲目看见，捌传即个咱捌的人。个耶稣基督真正的意思是将上帝挖出来，互人看见。所以故事内容真长。所以咱若安尼看，拢总有几字。若对照拄则咱看，我信上帝14字尔定，但是汉字的，咱若来看即个部分，竟然有86字。迄个比重，迄个比例有偌济，就足清楚。所以对咱的信仰来讲，咱对耶稣基督的认捌是入门。通过安尼，咱真正会通认捌上帝的疼。过来，这个是咱今仔的题目。我信圣神，也是汉字讲我信圣灵，4字尔，句点都无啊。我会记得吼，我去教会的时候，缀人安尼读信仰告别吼，煞敢若刷落去拢连做阵。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拢无甲伊停一下。咱若讲我信上帝，真清楚，就迄10几字。我信我的主耶稣基督，哦，迄80几字，咱嘛真清楚的段落。但是我信圣神，那会敢若真无够了，安尼4字，我会记得吼，细汉的时读到遮吼，拢安尼雄雄就过去。刷落去讲，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到底我信圣神是什么意思？哪会干那4字？所以你想想哦，你讲去当阵啊吼，初代教会吼，咧研究这信仰告别吼，哪会遮尔讨烂？
上帝讲安尼嘛算清楚，哦，耶稣讲上清楚，啊，圣神哪会安尼尔？其实吼，我要讲，因真用心，有当时啊真用心哦，嘛会真小心、真细致。为什么？因为初代教会，圣神带领因伫咧遐传道，伫咧遐做工，但是对圣神的了解，一方面经验无够，无真济；另外一方面有真济无共款的看法。到底圣神是甚么？所以咱若有印象，咱就知影保罗嘛为了安尼写批信互教会讲，圣神到底是甚么？方言到底是甚么？所以当这个信仰的个别的版本，伫咧初代教会要开始形成的时，对圣神大家真细致，知影圣神重要，知影圣神的做工，但是咱所知无济。所以就留安尼来点，但是到今仔日咱的教会，咱对圣神的认捌，当然比初代教会留这个信仰个别的版本的时，知影搁较济啊。所以对咱来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毋是干那直接安尼读信仰个别讲，我信圣神，安尼就好。其实咱家己应该对其他的册，也是安怎伫咧查考圣经。安怎甲咱的传道牧师讨论的时，应该对这个圣神有搁较济的努力甲认捌。啊，若无吼，咱逐摆一只咧读，我信圣神。你若停起吼，想想诶，你敢袂感觉？淡淡安尼，我对圣神的了解，甲圣神的关系到底是安怎？过来，咱看见吼，有个人伫遮将我信圣神哦，敢若倒电的刷落去，甲教会连做阵，其实伊是一个据点。迄个据点的意思讲，这是一个段落，咱爱好好来想，到底这个内容是甚么？拄今仔是圣神降临节，所以牧师就选这个题目，含咱来深究一下。过来，煞尾，我信圣共同的教会，我信圣道的相通。咱的信仰其实毋若三部分，毋若爸囝圣神。初代教会对安尼的体认真深，毋是牧师的重点，但是牧师嘛是爱讲。对咱来讲，教会是大家兄弟姊妹结连做基体，咱要安怎将咱的信仰挖出来，就是爱通过传唱，伫咱的信仰个别直接安尼讲。所以大家爱结连做兄弟姊妹，做基体，这是应该。不过这款的基体，徛的基础是甚么？徛的基础嘛是伫咧圣神的引带，所以圣神做咱的中保，迄个意思就是圣神活伫咱的教会的中间，一直甲咱三甲做阵。这就是耶稣基督要离开的时所留予咱的应允，讲伊离开。但是圣神伫要临到，要做中保，甲咱三甲做阵。牧师嘛是真重要，要来讲。那安尼是咱信仰个别的内容。拄则汉字的字数，英语当然字数就佫无共。那照汉字的比例来看是14、86、4甲30。所以咱看见，其实三位一体重要，甚至教会基体嘛，平平拢重要。毋过安尼比例来提醒咱的，就是毋若初代教会对我信圣神所知有限，一直到今仔日，咱的教会嘛是安尼。所以今仔牧师选这个题目，我信圣神，虽然是简单的4字，伫圣神降临节嘛是真值得咱来进一步来了解甲深究。上帝是天父、圣子、圣神，这个内容咱拢有理解，但是圣神的内容到底咱要安怎有较济的理解？所以咱有需要就去提一寡
教会已经有足侪册来研究，也是要安怎即马上网，甚至上简单来问传道牧师讲，到底圣神是啥物？啊，若无吼，咱逐摆做礼拜一只，安尼咧做信仰告别。我信圣神的时，你敢真有自信？来，咱来看，伫初代教会，圣神到底是啥物？大概就是根据犹太人因所留来的传统，伫国外节了后第50天来做圣神降临节。其实国外节了后50天，有2个重要的犹太人传统的节期，甲即个真相话。犹太人传统第一个重要的节期，第一重要是搬过节。出埃及的故事，上帝安怎拯救因离开埃及，所以搬过节重要。但是搬过节了后749天，因合做777节，也是因伫遐咧庆祝修行。但是对咱的教会来讲，搬过节了后，拄2-3天就是国外节。国外节了后，就是圣神降临节。迄个时间，甲传统犹太人的即个庆祝修行777节真相活。所以，这2个节期对旧约到新约，对这个犹太人的基督徒，拢有迄个意义伫咧。所以，安怎来算迄个时间，毋是重要。不过，咱原来会通知影，讲即个时间，咱甲伊称作做五旬节，也是伫原文希腊文咧引用的迄个 Pentecost 是啥物意思 ？Pente 就是50，敢若咱即马吼咧检疫的期间，拢用迄个 quarantine 40 Pente 就是50。所以伫新约圣经顶面咧记载即个五旬节，就正做教会重要的一个节期，咧纪念的是圣神降临。有人讲，咱的教会正式的诞生甲开始是五旬节，为什么？因为即阵耶稣的学生，当耶稣离开了，是惊吓，想要四散，但是因照耶稣的吩咐，伫耶路撒冷啊，组织听候到真正圣神降临伫因的心上。就安尼，因才全会通有能力、热心出来传道。所以传道教会开始，有人讲就是用五旬节来做纪念。所以五旬节咱安尼咧纪念，但是甲咱每一个人真正的关系是甚物？有人就去研究，讲人有身躯。有精神，有感情，嘛有灵性。所以，一般科学嘅咧定义讲，灵性是甚物？是人的生命上界根本、上 essential， 人拢有的。无论你有宗教信仰无，你拢有灵性。但是，对咱的信仰来讲，咱咧讲的这个灵性，就是上帝。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的中间，所想事，互咱会通甲伊来连结，的。所以，当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间，互咱认捌伊了后，伊要离开的时，伊讲圣神要点伫恁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内面。迄个意思就是，人受上帝创造的时，拢已经有灵性。但是圣神会无共，甲一般人的灵性的无共是甚物？因为咱知影，咱所咧讲的这个，我信圣神是对耶稣基督，咱认捌伊了后，上帝点伫咱的生命的内面，主耶稣点伫咱的生命的内面，迄个灵性就甲圣神来结连。所以你若会记哩，当咱每一摆。要看见洗礼咧进行的时，所以后摆咱若阁有洗礼吼，请咱较注意来看。牧师拢会伫遐问，
哦，你有相信上帝？你有相信主耶稣基督？嘛会问讲，你有相信圣神做你的保惠师无？有偌济人伫遐真正好好去认捌过，才来回答这个问题。可能你问天父的时，你认捌真完整。耶稣嘛无什么问题，嘛真够硬。圣神的，圣神做你的保惠师，啊，保惠师到底是什么意思？有当时啊，咱的圣经的翻译有以当时时代的背景，但是咱照安尼来翻译，今仔日咱要来看这个圣神甲咱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所以对咱的信仰来讲，像这张 PPT， 咱是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伫旧约用迄款天父有尊严、威严甲人的关系，到耶稣基督，上帝牺牲真做人，甲咱会通亲近。但是当互人认捌耶稣了，圣神临到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所以咱的信仰差不多是安尼。毋过咱对圣神到底有偌亲近，迄个认捌到底有偌济？毋是干那咱即摆人安尼咧想尔定。初代教会就开始安尼想啊，所以初代教会因所拄着的问题，咱伫使徒行传内面就看到。哦，遮个人会通讲无共款的腔口，互人真意外讲，哦，遮个人哪会安尼遮尔有精神，哪会遮尔热情？然后对因来讲，因知影这就是耶稣所应允的迄个圣神临到因，所以因才得到逐款的恩赐。但是对外面的人来看，因毋知，所以对教会来讲，就开始对这个问题，大家真用心来想。所以咱毋才会知影讲，我保罗后来发现讲哦，教会开始咧讲哦，啊，到底圣神会充满？圣神的感动是什么？上较明显的，就是用讲方言、讲言语，这个来做记号。所以教会伫遐开始咧分讲，若无这款圣神充满讲方言的恩赐，到底是毋是真正有圣神？后来保罗伫遐讲，毋是，圣神互人的恩赐真无共。所以伫遐摆讲圣神的恩赐是什么？你若看迄个排行哦，讲方言是摆真后壁。所以伫保罗迄当阵，就爱去处理教会内面讲方言甲圣神的恩赐即款的问题。即款问题毋是干那伫新约圣经咱看见保罗安尼处理过，其实伫几落个所在，咱看见道道拢会出现，甚至。这张 PPT 互咱看到的，是差不多到第2世纪，教会发展第一摆出现，搁较大的一摆问题咧讲的，就是讲到底圣神甲咱的关系是什么？咱要安怎来追求真正认捌圣神？然后这个圣神的运动了后，差不多吼，伫教会历史的中间吼。那过无100-200年，就会出现一摆；过无100-200年，就会出现一摆。一直到最近，差不多200年来，伫咱的教会内面，佫出现几落摆。所以，差不多最近咱来咧讲，这个灵恩运动的时候，对教会上大的贡献，就是因为安尼，所以到全世界真侪所在啊去宣告。有真努力拍拼，甲这个灵恩运动是有关系。毋过，对所有的信徒来讲，当你每一摆咧告别讲我信圣神的时，到底你的经验，还是你所在，是毋是干那对新约圣经这资料，还是我拄则引用互咱看？教会历史中间，捌发现遮尔济摆，发生遮尔济摆灵恩运动的问题。到底我信圣神，
咧讲的这个内容到底是甚么？所以咱来看圣经顶面留予咱的保罗上重要的教示咧讲，圣神所结的果子是甚么？咱真清楚伫遐看去，拢是伫咱生活中间，咱经验会到的。所以恁若真正安尼看吼，哦，安尼你有几项？迄个意思就是讲，圣神真正有伫你的生命的内面，啊无你要安怎结遐个果子？然后咱若看见伫哥林多的教会所出现遐个问题，保罗讲更较清楚，圣神互人的温数什么？头一项是什么？第二项是什么？所以咱若看看吼，咱嘛拢有遮个温数，有其中的几项，所以对咱来讲，咱拢应该大声肯定，圣神其实拢伫咱的生命内面。当咱受到耶稣呼召感动，咱就开始甲圣神三甲结连，甚至伫咱的生命中间，咱有偌济温数是对圣神来。牧师今仔特别选启应文是哥林多前书13章，伫遐咧讲听、望、仁爱。咱咧看的是什么？遐拢是圣神的温数，所以对咱来讲，咱拢有圣神的温数，咱要安怎伫遐来得到肯定？然后这个问题是正面的，不过总是另外有一面，会互咱来看见。伫即款追求要认捌圣神甲咱的关系时，初代教会出现的，到今仔日也阁会出现，就是讲灵语，也是讲方言的问题。所以即马也有真侪教会超工，因拢较爱找长老会来问即个问题。哦，你伫长老会吼，你毋知会晓讲方言无？你有圣神充满的经验无？我吼40几年前就互问这个问题，问一个煞毋知要安怎回答啊！我其实吼，我大汉的教会吼，家人安乐教会吼，我自细汉就逐摆做礼拜时吼，就捌听见阮的有兄弟姊妹用迄个方言咧祈祷，安尼，我就感觉足奇怪，但是嘛习惯，迄人拢相捌的啊。后来才开始去注意着讲，到底圣神、方言，甲咱的信仰到底有甚物关系？互我上大的一摆经验就是，当我读大学2年的时，阮迄班3个基督徒，2个是共教会来的，专甲我讲，陈兄弟，你信主耶稣几年啊？我讲足侪年啊，因就讲哦。好，真好。你毋知有圣神充满的经验无？哈？圣神充满？我毋敢回答，因为我实在伫阮的教会也无特别讲即个主题。了后，因看我回答袂出来，可能大部分长老会背景的，好问即个问题，拢毋知要安怎回答，所以因全甲我讲。但兄弟，这真重要。无吼，我带你来阮教会，你来看卖。好，我全感觉这真重要。我哪有缀因去3个月左右，我就学会晓要安怎传授因安尼大声祈祷、感动甲，甚至会晓讲灵语。我感觉迄是一个真新的体验，但是。对我来讲，我永远伫遐感受的，就是讲，我自细汉，迄个信仰到底对迄个意义、甲方言，安尼就是互做圣神充满，若无咧。所以这个问题一直缀到我读新学院的时阵，新学院的老师甲我讲圣神充满，会晓讲灵语是其中的一项尔点。无毋对会使，但是其他的有疼心，要安怎结好的果子，遐个搁较重要。所以，伊全讲一句讲，上帝的囝，百款，
敢若一样米饲百样人咧。有个人较感性，有个人较理性，有个人用安尼的方式来体验圣神充满，但是可能大部分的人是穿像咱安尼体验其他圣神的恩赐，毋是干那用会晓讲方言，也是因咧定义迄款圣神充满的方式。自安尼了后，我感觉我足有自信。阁有人咧甲我讲，你毋知有圣神充满的经验？我讲有哦。伊讲啊，你圣神的充满的经验是甚物？因拢安尼甲我问，是超工要甲我问讲，啊，你是毋是会晓讲方言？你安怎迄款的祈祷的方式？我讲无，我会使安尼恬恬静静祈祷，嘛圣神充满。我会使伫咧甲人相听的关系中间体验到圣神的充满。所以对咱兄弟姊妹来讲，咱咧讲圣神甲咱的关系是甚物？其实圣神一直拢甲咱三甲做阵，伫咱生活的真侪展处方面，充满伫咱的生命内面。所以，请你真有自信、真有信心来讲，我信圣神，因为伊一直甲我三甲做阵。当人问你讲方言的时，你甲讲，你会晓讲方言真好，但是爱讲人听有诶。啊，若人听无，请你翻译互人听。毋是你讲，你家己都听无，讲了做方言，这是圣经顶面讲的。所以对咱来讲，这个灵魂运动所带予咱的真好的提醒，上重要的是提醒咱圣神的恩赐，圣神伫咱生命中间的充满，毋是干那一款方式，是真普遍伫咱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无论你成功，无论你失败。无论你拄着逐项的困境的时，所以对灵魂运动的这个历史，互咱得到的启示，就是要安怎来家己体验、认捌。我信圣神，其实是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伫信仰的过程中间，拢已经有的。所以，伫这牧师经理讲，圣神毋是等于灵魂运动。佫较毋是干那等于讲会晓讲方言，就是这是一部分，但是对咱来讲，亲像咱所读的启应文，听、真爱，也是望平平拢重要。佫较重要的是，圣神是保惠师。你主耶稣所讲，圣神要临到咱，要成做咱的保惠师。保惠师是甚物意思？这翻译吼，害咱听较无法度理解。保护、恩惠，其实吼，牧师若用另外一个语言讲的吼，讲叫做 counselor、咨商师、顾问。原文就是安尼。圣神是甚物？圣神是点伫咱的生命内面。随时当咱拄着问题的时，伊已经伫遐咧和咱沟通，伫遐咧出声，甲咱提醒。咱是听有，还是听无，还是超工歹插面啊点。所以，保惠师是甚物意思？其实，伫个圣诞节的故事上清楚。有一个囡仔要为恁来出生，这个囡仔是甚物？是甚物？测试、魔术是甚物？你若去看迄日子，就是共款即日子。所以对咱来讲，圣神伫咱真实际的生活中间，甲咱的关系是甚物？甲咱的关系就是，当咱拄着逐项的问题的时，伊伫咧遐，伫咱生命内面就会出声来和咱沟通，来关心咱。咱若甲主耶稣的关系较亲近的，咱可能听到伊的声较明显、较大声。所以，圣神是保惠师，咱安怎来了解？圣神其实踮伫咱的生命内面。当咱咧思考、读圣经，拄着逐款的问题时，伊拢伫咧遐，甲咱相同行，咧关心咱。所以咱讲，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是甚物意思？
主耶稣伫咱的生命内面，就是主耶稣亲像朋友，亲像保惠师，亲像一个伫咱心内含咱安尼来讲话的存在。所以我信圣神实在是对咱每一个人来讲，伫咱生命的中间是遮尔实际。不过，咱对伊的人物较少尔点。嘛，今仔日牧师安尼甲咱讲了啊，咱甲圣神的关系会通人物搁较济。所以保惠师到底是甚物？保惠师，咱也甲伊定来讲，帮赞咱的，安慰咱的，要安怎？伫咱拄着对圣经的理解无法度的时，伫遐真正会通来指示伫基督的中间来带领。所以主耶稣伫地面上，伊是安怎甲遮个学生来对答？今仔日咱每一个人虽然无法度面对面来见到耶稣，但是伫咱的生命内面，伫咱的心内，伫咱祈祷，伫咱读圣经，伫咱拄着问题的时，其实圣神这个保惠师一直拢甲咱三甲做阵。若感觉安尼讲还阁无清楚，咱会使来看咱的信仰的内容是根据加尔文，就是长老会咱的信仰的内容所整理的。所以加尔文将这个牧师今仔引用这嘛是别人整理好的，整理伫加尔文所写信仰的要义到底是甚物？伊伫遐咧讲圣神到底是甚物？所以咱若有兴趣要较深究的，咱会通家己去看讲啊，咱咧讲的长老会咧主张这个圣神是甚物？所以伊讲的几项，第一项是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的灵三甲做工，所以加尔文直接讲真清楚，上帝伫咱的生命内面，伊要对咱讲话，所以咱若心内有安尼感动的时，咱就伫遐得到确信讲，有上帝伫我的生命内面，伊就是这个圣神伫遐咧含我交通咧讲话。第二项伫遐咧讲，对圣神来的感动，必定有上帝互咱的启示是一致的。所以加尔文一直咧主张讲，毋是你家己安怎想就好，咱是机体，甲其他的人伫遐咧相交陪的时，你会当看到什么款的指示启示？其中上重要的，当然是对圣经。所以加尔文重视，咱来读圣经，圣经是咱信仰的基础。当咱甲圣经伫遐咧读的时，这个圣神会通过安尼，原来咧对咱讲话。上帝的话必须爱记载来，免得有人胡白乱讲。所以圣神甲咱的关系嘛是有基础的。牧师拄则有讲，除了是圣经顶面做根据的以外，咱咧讲的圣神到底是甚物？咱对教会的历史遐尼济会通去研究的，咱来了解了后，咱才来看讲啊，其实这个伫我的生活的中间，我有偌济慢慢安尼来经验过。第四项，咱的教会上重视的，毋那干那圣经上帝的话那点，咱嘛重视。伫个做礼拜的过程的中间，伫圣礼典的中间，通过这个仪式，咱来看见圣神伫遐咧做工。咱的教会上重要的典礼有两款，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所以咱每一遍伫遐咧参与圣餐、参与别人的洗礼，也是家己洗礼的时，其实伫迄个过程的中间。是圣神伫遐咧带领，通过咱的参与，伫遐咱成做肢体。所以加尔文讲，仪式有伊的意义。当咱三甲拢经过这个过程的时，咱伫遐来经验着圣神的同在甲带领。过来，加尔文伫遐咧讲，咱信徒甲上帝中间的中保，迄个中保的意思。咱以前拢了解做
伊做咱的赎价，伊的牺牲将咱来赎回，互咱的罪得到赦免。其实，这个对，但是毋是干那安尼尔点。咱对上帝的认捌较远，但是咱对主耶稣的故事、对主耶稣的认捌较近，所以主耶稣就正做，互咱会通对上帝的认捌，甲上帝的结连。所以主耶稣是中保，是什么意思？圣神是中保，是什么意思？就是伊会通，互咱因为对因的认捌，对上帝的认捌，会通搁较深。过来，咱来看见伫新约的内面有偌济记载来提起圣神。头一项引出咱认捌圣经，所以圣经拢是上帝的启示。但是有当时啊，通过文字甲迄个内容，咱无一定遐尼直接会通理解。有当时啊，圣神会伫遐感动来带领。圣神会当开咱的心，互咱认捌咱的上帝。这嘛是我拄则咧讲的，迄款的感动伫遐安怎互咱来甲上帝相结连？第三，使咱有能力会通来替伊做见证。咱会通得到能力，是对圣神甲咱的生命结连，互咱得到的力量来的。第四项，帮助咱活出丰盛的活命。亲像保罗讲的，圣神所结的果子是什么？你若会通结其中的几项的果子，就是你有丰盛的活命。第五项，使咱有智慧，咱才会通应付伫咱生命中间所面对各项的挑战，也会通知影什么是毋对，甚至爱改正、爱悔改。所以圣神一直伫咱的心内，一直伫咱的生命中间，是你要甲伊面对无，还是你肯顺服、听见伊的教示？第六项，互咱会通伫生命的中间来刚强，来得到力量，传像以弗所书所记载。第七项，会通帮助咱来面对软弱。咱的生命拢会有软弱的时阵，但是要安怎会通对软弱来得到力量，来转做刚强？圣神会通帮助咱，替咱来上帝来恳求。咱甲圣神较有交陪，因为伫咱的心内咧感动咱。当咱祈祷的时，就毋是干那咱咧祈祷尔点，伫圣神带领的中间的祈祷，会通互咱帮助咱来搁较认捌上帝。搁来第九项，圣神会通来帮助咱赢过咱肉体的软弱。最后一项，会通互咱有温数来面对这个世间各项的问题，甲服侍伊。所以初代教会就伫遐讲起，圣神的温数有这么一项，咱要安怎知认捌家己有这温数，佮安怎来熬用善用，互上帝做器具来成做伊的同工。所以伫遮最后的真理，咱的信仰，当咱搁一摆告别讲，我信上帝，我信这个天父，我信这个宇宙的创造的主宰，咱认捌真济啊！我信我的主耶稣基督80几字，嘛互咱认捌一路到家。但是以后，当咱每一遍，搁再信仰告别讲，我信圣神的时，望牧师今仔伫遮所讲的这内容，互咱会通得到淡薄的帮助。当咱每一遍咧信仰告别讲，我信圣神的时，心内会通真踏实。搁较重要的是，互咱真正明白，伫咱的信仰，伫咱的生命的中间，圣神一直甲咱三甲做阵，毋若个人尔定，甲咱的教会三甲做阵。所以最后，咱拢有圣神，
伊一直甲咱三甲做阵，充满伫咱的中间。只是迄个形式，对咱每一个人无一定共款，对所有的教会也无一定共款了点。三甲亚头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圣神感恩节，阮搁一摆来看圣神这个主题。愿望通过这个理解，会通帮助阮每一遍当阮咧告别我信圣神的时，阮的心内会通较踏实。也阮知影，其实圣神伫每一日的生活的中间，拢甲阮咧沟通。阮要安怎会通对圣神有搁较侪认捌，甚至通过伊，互阮甲其他的兄弟姊妹会通三结连，成做你家己好的肢体，有啥疼，搁会通来服侍伫阮厝边所有也未认捌你的人。搁一摆恳求你，将圣神赏赐互阮。搁逐日安尼感动甲带领我，祈祷我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圣诗第170首，恳求圣神感动阮心，恳求圣神感动阮心。请记入因全首。请坐。报告来先，咱来读今仔日的经句。伫聚会头前，我来读一遍，请会议来读两遍。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啉，过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使徒行传第1章第50，请。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啉，过无几日，要伫圣神受洗。使徒行传1章50。因为约翰用水行洗礼，独啉，过无几日，要伫圣神受
说，师徒成顺，第一章第5节。咱先开周报的第1页甲第2页。咱5月份的第9个中席长老是陈建州长老，技术是张伯金甲郑亚洲技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教会所有的实体的聚会拢暂停到6月7日。咱来先开小报第3页，咱为了咱教会，咱需要代祷的兄弟来关心来代祷。第4页，咱奉献的名册，若有毋对的，请咱来向中心来更正。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5月23第1，咱今仔真欢迎感谢陈景祥牧师来到本会来正道，咱请到为了牧者出日来平安来代祷，咱真感谢陈牧师。下主日5月30，咱要欢迎新竹大专中心的李志成牧师来到本会来正道，咱请伊来出入平安来代祷。小个消息，第一，因为疫情升温，从中央防疫指挥中心发布的命令甲桃园市政府的指示，疫情目前咱全国提升到第3级。教会对本周起到6月7日，为了要避免群聚那宣布停止所有的实体的礼拜甲聚会，线上的礼拜依然来举行。请会友务必遵守咱的防疫的规范，来保持咱身体的健康。咱防疫规范咱家己来注意看。教会消息，第一，咱2021年，咱全教会圣经的数读，一年来要读完规本的圣经到2022年的3月底。那目前读经的进度是四书记第1章以上报告，那请张传道来补充报告。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真感谢陈牧师来到咱的中间来分享这么重要的信息，互咱搁较明白圣经的意义这是我代表咱同教会用普话声来感谢陈牧师。好，以上报告。上英圣诗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起立念全首，上英线请陈牧师来接导。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永远甲恁大家三甲伫地。阿门。
遮济，顶下未过3回